来继续来看高雄市长的补选，三党的候选人拼来催票，呼吁选民徛出来投票，冲关这个投票率。李美珍昨暝参加青年团体论坛，学生甲问讲，这个论文是毋是有找别人来代写的？李美珍讲无代写，是用同学提供的资料来导出来的。安尼回应嘛，去有单机麦甲算讲。安怎导嘛要交代好清楚。吴以前是讲，这个论文的风波上重要的，也是要来探讨，除了文凭之外，是毋是有培养处理代志的能力。民进党的立委一个徛台，最后的关头为单机麦催票。高雄市长的补选剩10天，希望市民当出门投票，冲投票率。最担心的还是。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得票数。对自己做决定，不要当政党的奴才，而当自己的主人。但是国民党李美珍3号参加青年团体论坛会时阵，面对学生问伊讲论文到底有找人代替写无？伊讲是用同学提供的资料倒起来。对这同学，论文的事情已经说过了，那现在距离选举的时间也很短，所以现在努力打拼，把我们的那个政策跟理念赶快跟高雄市民报告才是最重要的。针对伊的回应，单机白讲，我想大家也期待说他能够交代清楚。面对哪力攻击，今嘛嘛是冲的民众党吴益政，伊个是安怎讲呢？要追求硕士、追求博士但是却没有很认真在授予真正的知识整个社会都弥漫形式主义。我觉得更要检讨的是这个部分。选举无剩几天啊，三个党的候选人今嘛拢是拼人气，希望互更较侪人看到咧。选民伫8月15迄天，买当徛出来用选票支持因。